你是否曾想過，如何讓你的財富超越時間和地域，真正實現富過三代的夢想？今天，我想和你分享一個關於財富傳承的故事。在過去的30年，中國的富人們談論的更多是產業和投資，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家族的概念。在西方，家族辦公室是一個成熟的概念，它是財富結構的靜默系統，低調、嚴謹、長期。但是在中國，許多富人仍停留在企業等於家族的階段，導致了一個結構性問題。一旦企業出現經營危機，家族財富也隨之蒸發。要真正實現財富傳承的第一步，就是把企業和家族分開。企業屬於市場，家族屬於時間。前者追求效率和擴張，後者追求穩定和延續。只有透過信託、基金、家族憲章等制度化工具，才能讓家族成員在幾代人之後，仍能共享價值觀和財富果實。現在，全球反洗錢和稅務透明制度的升級，讓傳統的資本操作模式逐漸失效。任何跨境資金流動都需要通過多層審查和報告，這意味着過去那種依靠關係和灰色手段的資本操作模式正逐漸失效。這場變革的核心不在於限制財富自由，而在於迫使財富陽光化和制度化。因此，真正的挑戰不是錢能不能出去，而是錢出去後能否留下，能否生根。這正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。如何讓出海資金合法落地，並成為新家族秩序的根基？這需要我們跳出單一國家視角，擁有一個全球治理視野。在全球化時代，富人已不再是單一國籍的資本持有者，而是制度之間的橋樑。他們懂得如何與不同的法律、文化、金融規範共處，並在其中找到生存縫隙。這本書的6個章節構成了一個財富傳承的完整路徑圖，從財富出海的歷史和策略，到資金落地生根和合規化解，乃至國際視野下的財富增長策略。如果你想學習如何讓你的財富真正實現富過三代，就需要理解制度帶來的安全和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離監管，而是擁有理解和運用制度的能力。真正的傳承也不僅是財富的延續，而是理念和結構的傳遞。所以，關注我的頻道，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讓財富超越時間和地域，實現富過三代的夢想。點擊訂閱，讓我們一起開啟這段旅程。